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为了回馈在地，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自2月开始，与台南中西区五港里合作，打造熊青春的台南人底家系列活动。继舞蹈 MV 班后，创意摄影班在日前进入最后一堂课，用6堂课的时间，教长辈如何用手机拍出专业相片，如何修图。在老师的指导之下，长辈们将人像、风景照片透过手机 App 进行基础调色，由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所打造的熊青春内台南人底家系列活动，创意摄影暨媒体教学班课程正式进入最后一堂课。今天主要讲的是手机的照片编修，然后要让他们调整比较好看的照片，比如说提高一些饱和度啊、对比亮度，然后暗部这些，然后让他们去对于自己照片拍摄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知道说我应该要去怎么做后期的部分。课程主打创意摄影结合媒体，经过6堂课的学习，长辈们已经学会基础的手机摄影、摄影基本设定以及构图操作，也从室内走到户外实际操作，让长辈们都觉得非常受用。学到做趣味的代志，原来翕相有这好耍安尼，老师教做好的，我跟成了一场很有趣的游玩。本来我们拍的不好啊，如何让它变得更美好？这个是一大进步。学到了就会当随好照相，阮就会当受用。我感觉真好用啊！我等下啊，若上课了，爱去佚佗，马上会当使用到阮学到的这个技术甲资讯。经过这几个月来的迄个训练甲学习吼，其实大家拢真有心得啦。伫阮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常常拢有人吼，咱一寡长辈吼，传一寡足奇怪的图出来吼，奇怪啊变安尼啊，这个是谁啊？原来是他自己拍照之后啊，把自己修图之后变得很年轻啦。其实这是一种真。我相信对长辈吼，和伊的囡仔啦、孙仔的沟通，有那是真正面的迄个课程啦。创意摄影暨媒体教学班于日前正式结业，摄影老师更特别带来一台大画幅摄影机，和长辈们合影留念。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会持续以提升长辈的创造力、自我价值以及社会参与度为目标，让长辈成为熊青春内台南人。记者杨胜怀台南采访报道。有文资界奥斯卡之称的第6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公布得奖名单，有高雄知名打卡景点逍遥园独得。此次也是继上市2020年打狗英国领事馆获奖后，高雄成功获得2连霸。充分体现出日治时期建筑美学特色的逍遥园，自2020年重新开园后，成为高雄知名的网美打卡热点。如今更独得有文资界奥斯卡之称的第6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项肯定，也成为继打狗英国领事馆后，高雄成功达成2连霸。对于高雄的长久以来的文资保存工作，其实算是一个肯定，因为连续的话，我们的场域获得2次的这算是比较属于奥斯卡等级的那个奖项，对于高雄而言的话，也是对文化资产界的一个蛮振奋人心的事情。逍遥园建于1940年，是日本贵族大谷光瑞宅邸，在战后成为千台军眷的居住地。2010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后，又历时多年，斥资超过上亿元修复，才重新与大众见面。其实逍遥园其实它的故事性非常强，因为它早期其实是算是日本的皇族大谷光瑞的在台湾唯一的一个算是推广农业的一个实验场域，所以说它其实本身的话，它的而且大谷光瑞也算是个蛮传奇的人物，所以它里面的一些建筑风格，还有里面的陈设的部分，其实在当时都是一个蛮具特色的，而且现在看起来都还蛮有一种和洋混合的一个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建筑形态。高雄今年也首度呼应国际古迹遗址日，串联11处的文资场馆办理文资月活动，展现文化资产的保存成果。去年的话，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在中都的时候，我们小试身手就办了文资周的
活动，可是没想到获得广大的回响，所以这次我们扩大办理变成原之月的活动，包括了我们文化资产11个场域，还有各地的部分的做一个响应，所以说我们的活动一直持续了一整个月。逍遥园历经修复工程，重新与市民见面，如今又获得奖项肯定，也再度体现了高雄的文化软实力。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阿里山的咖啡豆因为种植地海拔高，咖啡香气独具风味，也因为产地稀少，更显珍贵。从事咖啡豆与茶叶买卖的李汉坤，为了推广台湾在地咖啡，特别自创品牌，在安南区开了雪山猫咖啡厅，地址也选得非常特别。透过报道，一起来了解。在货车来来往往的和顺工业区内，竟有一间完美咖啡厅开在这，而且这间店不只有外表，他们所卖的咖啡当中，也有提供生产于阿里山的咖啡豆。原来是老板李汉坤和老板娘史义婷，在去年大手笔收了1万斤的阿里山咖啡，并自创品牌雪山猫来推广台湾的咖啡。我们本身是做茶叶起家的，然后还有做咖啡豆。那刚好在工业区有买了一块地，那就想说，因为我们收了非常多的阿里山石头地的咖啡豆，收了1万斤。那它海拔是介于1300到1500公尺，等于是台湾最高海拔的阿里山咖啡豆。那这个阿里山咖啡豆呢，因为就是比较多嘛，所以想说就是借由开咖啡厅来宣传阿里山咖啡豆这件事情。不同于一般在市区内的完美咖啡厅，雪山猫的地点特别选在和顺工业区内。出生在台南的网红郭鬼鬼也特别来踩点助行销。其实我在台南做了20几年，然后我自己都有很多地方其实没有到过。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跟我经纪人说，其实安南区我还蛮不熟的。对，这非常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着议员一起，就是去熟悉店家啊，然后也看看在地有一些东西。不止帮忙咖啡厅行销，现在也正是台南凤梨短出的季节。郭鬼鬼也和议员蔡丽青一起帮忙卖故乡台南的凤梨。之前就是凤梨外销这部分，我有去追踪这一系列的新闻。那当时我就是自己开着车，然后我就去关庙，我就载了一篮的凤梨，然后就说，好像应该要身体力行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鬼鬼他是出身我们台南的艺人，所以他在他工作这么忙碌之余，他一心就是想说来怎么回报我们乡亲，所以听得很感动。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主动，其实是鬼鬼主动联络我。他看到我们在推广安南区的店家，他说他有空的时候，他也可以来协助做这一块，然后他就立即安排了他有空档的时间给我，让我来协助安排店家。然后又遇上我们这个凤梨的盛产期，那知道市长最近也很努力在行销我们的凤梨，包括到日本去做销售。那所以鬼鬼今天也特别的大力来帮我们这个凤梨做代言，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们觉得很窝心。南营农产行销公司总干事于新勇表示，台南市有4%的凤梨过去外销中国大陆，这条道路现在受阻后，目前正积极拓展通路到其他的国际市场。这次也特别感谢蔡丽青、郭鬼鬼以及雪山咖啡一起帮助农民宣传卖水果。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位在楠梓区的高雄都会公园，原本是一座垃圾掩埋场，经过改造之后，成为一座适合环境教育的公园。新景林教育基金会特别邀请燕巢安昭国小学生前来参访，透过环教师的解说，学生对环境永续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来到都会公园，里面种满许多树木，燕巢安昭国小的小朋友看了非常开心。环境教育教师指出，入口步道附近种的都是桃花心木，现在正好是大量落叶后，树上重新长出青绿色的嫩叶和树芽，地上还可以找到桃花心木的落果。赤果旋转掉下来，那时候呢就可以很多家长啊带小孩可以来这边，然后去捡一些果实啊等等的，然后欣赏一下落叶的景观，感觉很特别，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所以就会有一个很新奇的感觉。另外，广场中的金鸡日晷是公园的地标，地上标示着太阳的光影在白天和一年四季的变化，让小朋友了解天文气象的改变对地球万物造成的影响。底部呢有3个龟表可以看到就是有春分、夏至，然后以及冬至
秋分等等的。可以学到什么时候太阳会刚好直射，然后学习那个时候时间到底是几点。这项活动是清济林教育基金会推动的小小森林养成计划，首发由燕巢安昭国小启动，带领孩子亲近大自然，从小灌输友善土地的观念，希望在追求经济成长的同时，也能够兼顾环境永续性，让生物和生态能够生生不息，取得平衡。那因为我们在走访偏乡时候发现，他们的大自然环境是非常棒的教材。那如果让孩子也可以感受到说，环境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的，从小就可以有这样的学习机会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偏乡的校园推动这样子的小小森林人计划。燕巢安昭国小在课程中也非常重视环境教育，在疫情解封之后，能够参加基金会安排的环境教育课程，认识都会公园从垃圾掩埋场蜕变成公园的过程，对小朋友来说都是难得的经验。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对环境的这个了解啊，他的触角从我们自己的家乡的了解，可以扩展到我们邻近的这些乡镇啊，进而甚至到我们大高雄啦，我们整个台湾。那我觉得这个让小朋友的视野可以更广。本来可以从一个不好的设施变成一个全民可以共享的一个环境，那以及透过就是专业的环教师，他们有更专业的环境知识可以带给孩子。那这样子不仅就是来参观或者是来课外教学，也可以学到跟课本相关的一些知识，这样子。高雄都会公园里生态资源丰富，在环教师解说之下，小朋友对环境保护和永续有了深刻的观念，从日常生活中落实永续发展，不要随意破坏一草一木，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然后保护地球。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以台湾第一香肠品牌为标杆的黑潮牌，店面位在台南中正路，原址为复刻府城4大戏院的容馆。平日除了提供美食、休闲空间，还不定期举办艺文展览。2023年第一档并邀请百年布庄景元星以樱花创作奖揭开序幕。创立于1923年的景元星，原本是以进口布料、染整与批发零售的布庄，随着产业转型与消费形态的改变，现在由第4代杨子兴经营，并转型为在地生活美学品牌，将台湾文化转译作多款的印花，用印花诉说台湾故事。当时啊，我在做百年布庄转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底第一个图要画什么？因为所有的图案它势必会有流水的编号，可是呢，怎么样去让第一个图案自己有意义的？我就想了很久，所以最后我决定画的是黄花风铃木。那为什么画黄花风铃木呢？因为大家如果是住台南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其实台南的春天会开很多黄花风铃木，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百年布庄新的春天，所以我画了这个黄花风铃木去记录我们百年布庄转型的这个故事。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个人情感在里面哦，因为我是外婆带大的孙子，那外婆是布店的大女儿，那我印象很深刻，外婆以前很常穿一件黄色碎花绿色叶子的外套，所以就特别画了这个印花去献给外婆，因为外婆已经不在了哈，那就是去把这个家族的记忆，甚至台南的风景，甚至百年布庄新的春天给画进这个图像里面。那它其实也是少数哈，就是景元星虽然是印花品牌，可是我们以自然植物去做创作的一个印花图样，因为其实其他有很多吃的啦，生活中的风景啦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呢就是以花为主的第1号的创作这样子。透过黑桥牌董事长陈春丽与景元星第4代传人杨子兴的对话，陈春丽表示，这次与百年布庄合作是一个跨世代、跨界的超时空结合。他们的共同理念就是将家乡的美、在地文化与生活记忆，透过不同方式来呈现。黑桥牌应该是可以为这个商圈呢提供一个场域，一个平台，来让原本的这些我们这些百年的产业或传统的这些小吃店家都能够一一的来这边展现。来这边再让那个观光客重新认识，所以我们的一个大目标了哈，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期许，但是其实也不小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图上面的这些个名店
这些过往的这些的记忆风华重新再造回来。然后让我回到这个我小时候月考半天快乐的这条街上，然后甚至小时候跟妈妈去吃油鸡的记忆里面，到这个街区里面落点。那我们从这边重新开始，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去把这个故事给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家族自己的故事，甚至樱花里面的台湾故事，甚至整个中西区中正路这一带的故事，就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做介绍。景元兴层次图腾的特展，这次总共展出10幅的印花布作，主题跨越时空。有你我日常的印象，其中19号的虱目鱼更是台南在地招牌，也有专属春天的黄花风铃木，也都被收录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展览分2区，有印花布与商品展、DIY、捉金等，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中正路龙馆2楼参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你喜欢吃麻辣锅吗？高雄的一家锅物专卖店，站在门口就能闻到麻辣锅的香气。香麻的口味让这间餐厅成为许多人下班后的晚餐首选。位在高雄左营的一家锅物专卖店，老板选用北海道昆布熬煮高汤，并加上秘制的辣油。一走进店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食指大动。一开始创这间店前，我们大概也准备了1年左右的时间。对，那其实就是一直在研究食材怎么样调配比例是比较刚好的。我们一开始也都不是做餐饮业这个区块，只是觉得想要吃麻辣。我们有去吃过很多别人的口味，那吃完之后回来自己再上网研究一下。那研究完之后，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透过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对这方面也有研究，我们去讨论说，怎么样可以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口味。老板说，因为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麻辣锅，所以下定决心自己研究配方，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味道。这里不止麻辣锅好吃，还有牛奶加上秘制辣油的麻奶系列。它起泡起太多，它倒起来就会很浓稠。我们在开店前，我们就有测试，就是加入我们的麻辣的那个味道，然后去制作成麻奶这样子的感觉，是口感是如何。那其实一开始就有预设这个麻奶的口味，只是当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再想办法去可能突破怎么制作会更顺。对，因为你呈现出来之后，你一定要让客人吃起来、喝起来口感是好的。对，那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是偶尔会失败，就是可能煮起来会觉得，会有丑丑怪怪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不敢就是冒险，就呈现餐点出来。对，那我们就一直去尝试着去突破。老板花了1年多的时间，研究出自己也爱吃的味道，就连不同的辣度用的辣椒种类也有区分。大辣的部分，我们会除了加朝天椒，然后会再加就是鸡心椒跟辣粉下去，调出它比较辣的程度。中辣以下，我们就是纯粹用朝天椒下去加，因为辣椒的部分可能你放太多朝天椒下去提升它的辣度，但是它会把麻辣的味道汤汁给盖过，所以变成说你吃不到原本的味道。我们自己也会吃我们自己的食材，那不可能就是我们不敢去乱用，就是来路不明的。要给客人吃的，自己也要敢吃。7年来，老板始终秉持着这个理念经营餐厅，只希望客人吃得开心也放心。记者周福庆、录音家高雄采访报道。你有听过金甘蔗影展吗？迈入第16届的金甘蔗影展，今年将在台南举行，并且要转型为全台语，要求所有参赛者以台语来拍片，首奖寄出1万元美金，还特别找《淑女养成记》当中饰演小嘉玲的吴以涵当代言人。8月12日到9月10日，将在全美戏院播放300部台语影片。
今年暑假，全美戏院要热闹了，因为在高雄经营15年的金甘蔗影展，今年到台南复办，并转型为台语影展，同时结合戏院和赤坎商圈，要共同来发展台语文化经济。台湾金甘蔗影展协进会为了宣传全世界第一个现地拍摄后制，短短7天就得完成一部影片的挑战。今年特别邀请《熟女养成记》饰演小嘉玲的吴以涵来代言，同时和商允勋开场，演出1天限定版的台语漫才，陪影展一起登大人。这是你第几届参加金甘蔗？我已经参加足侪遍啊。哦，虽然讲这毋是我第一届来台南，毋过这是我第一届参加金甘蔗。啊，你毋知哦，今年嘛是第一遍伫台南办的。是真的吗？对啊，拄则理事长甲我讲，已经办15届呢。对啊，我已经遐久啊吼。讲到这金甘蔗影展，是培养足侪电影人，其中阁有足侪摕过金马奖。对啊，因拢一去无回头啊。这影展特色就是要现地拍，伫咧台南拍，伫咧台南做，嘛伫咧台南展览安尼，就啥物代志拢伫咧台南要完成安尼。阮邀请大家做伙来台南看电影。为了推动台语文化复兴，影展决定回到台湾的起点台南，并祭出首奖增加到1万元美金，希望有朝一日台语电影可以像韩片一般，让全世界看见。咱鼓励所有人来拍台语电影，互台语的优雅、台语的美丽，互大家看会到，嘛听会到，嘛会当笑出来，笑会到。所以金甘蔗影展伫做16岁的时候，咱特别邀请吴以涵来在咱代言，就是讲咱当大人就是要来做文化的台语的文化复兴的工课，来转做一个全台语的台语影展。今年全新改版的金甘蔗影展，8月12号到9月17号将盛大举办空前的台语影展，将300部影片播好播满，加上台湾总统世界首映会，要给外界感受越在地越国际。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疫情趋缓加上大型活动不断，高雄 U-Bike 2.0 开出亮眼成绩。根据高雄市交通局统计，今年3月使用人次高达134万，突破单月使用人次纪录。另外，交通局计划将持续投入 U-Bike 2.0 电动辅助自行车，预计5月500辆车就会全数上线。高雄 U-Bike 2.0 过去疫情期间运量最低曾掉到单月仅20万人次搭乘，但自疫情趋缓后，市府不断举办大型活动，加上大牌艺人演唱会加持，运量节节攀升。今年3月高达134万使用人次，突破单月纪录。统计运量前3名的热门站点分别是高铁左营站、捷运凹子底站4号出口以及捷运后驿站2号出口，单月运量都有超过1万人次。3月开始那包括张惠妹、五月天等等，那办了大概超过数十场的演唱会那吸引相当多的中北部的游客来到高雄观光游玩那进驻在市区饭店周边。那也带动整个捷运周边沿线的 U-Bike 2.0 的运量的成长。除了借由大型活动拉抬运量外，交通局也积极抢攻学生市场，期望将 U-Bike 2.0 打造为学生族的通勤首选。例如说，我们前年开始推出学生优惠，也就是前半个小时免费。那目前每天也是固定有超过15000人次的学生利用我们 U-Bike 2.0 来做每天的通勤。另外 ，U-Bike 2.01 电动辅助自行车自去年11月上线以来广受好评，交通局也计划将再投入90辆，预计今年5月5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就会全数上线服务。高雄 U-Bike 2.0从去年11月推出以来，不到半年的期间已经突破了36万人次的使用，那周转率每天都超过9转那就是说每一台 U-Bike 2.01每天有超过9个人使用，那这个周转率是相当的难得目前是全国最高的一个纪录。
U-Bike 2.0 启用2年多来，改变了许多市民的通勤习惯，尤其今年上半年在大型活动的带动下，更让运量来到新高峰。记者黄冠维、苏玉文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徐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